支撑。还有重点是，今年他是我们的金曲歌王哇！今天啊，我真的觉得区长真的是太给力了，而且太有爱了，竟然把我们金曲歌王请到现场来哦。好，重点是12月我们富凯还会登上哪里？小巨蛋哦，因为疫情的延期，所以呢，富凯呢他每一步都在挑战自己的极限。更重要是，最近演了一个什么那个歌仔戏呢？孟婆客栈，非常可爱的一个角色。话不多说，把你们的富凯还给你们，让我们欢迎金曲歌王许富凯。
谢谢。谢谢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，我们的长官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许富凯。万圣节快乐！哦，大家听讲先翕相对不对？大家先翕相翕相。麻烦我们的单位是有来 ，OK。啊，你们那个抬头举高，啊手哦比个爱心好不好？因为下一首歌有需要这个动作。好，来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唱一首跟现在的天气有一点关系的歌曲。晚上睡觉之后，你记得要盖棉球腿，送这首歌给大家。那刚刚的那个爱心，请大家跟我在全场比一次，我看一下。来，后边别另外拍谁哈？来，1、2、3。啊，很好，老师麻烦，谢谢。那你这个爱心还有一句话要讲那个字，宝贝，然后1、2、3，好。最后最来到我，在那晚夜里感觉发散，一样的天气。当作我的新家，有些在我的爱你。当天台充满了你的空气，那日就家里起，爱。
感谢。疫情呢，这段期间呢，很多的东西，很多的工作都停摆。那呢，今天非常开心，看到你们平平安安在现场听我们唱歌，真的很谢谢台湾所有的人民，我们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？做得非常好，真的。好，那12月4号呢，就在下个月，也就是我的演唱会，在台北小巨蛋，希望大家可以来现场听我唱歌。然后呢，最近有一部戏叫《名博 K 仔》，希望大家会当收看一下吼，谢谢大家。接下来我要带来这一首歌呢，是我在疫情这一段期间写的歌曲，这条歌送给不管有没有在我们身边的每位朋友们。如果你现在有想念一个人，我们就用念力听着这首歌，想念着他，都来这首《无声》送给大家。
我希望再来点尖叫声，好不好？我的